有咗佢，小朋友終於放低電話啦，一隻兒童手錶搞掂晒。佢就係 Skydi Smart EDU 兒童智能手錶，佢可以隨時隨地睇下小朋友做緊咩，有180度可旋轉鏡頭，畫面清晰唔會窒。除咗語音同視像通話，仲有內置聊天功能，可以錄音對話㗎。小朋友可以隨時同屋企人傾偈，親子親密度 up。怕小朋友學習期間玩手錶？放心啦，家長們可以限時鎖錶㗎。手錶仲有 Play Store 可以下載 Apps，WhatsApp、WeChat、Facebook、YouTube 都可以下載。家長們仲可以隨時遙控鎖 Apps， 真係唔好睇佢細細隻啊！就算 YouTube 睇片都一樣唔會窒，畫面都好清㗎，真係媲美一部手機啊！家長仲可以隨時睇到小朋友定位，完全睇到小朋友嘅位置，安心俾佢自己返屋企啦。手錶仲有健康功能，小朋友嘅健康一定係家長最關心嘅嘢。手錶仲有大量內置功能，真係安全又實用啊！我哋真實實測都一樣超滿意呢隻錶啊！屋企有小朋友嘅你一定要快啲去 JB Shop 門市或者網站搶購呢隻錶啊！